歡迎嚟到微保樂視頻。首先呢，今集呢就帶大家整呢個 XO 醬菇菇乾豆炒飯。白米飯、豆乾、新鮮香菇或者其他菇類、蔥花、樹莓、XO 醬食用油、鹽同埋胡椒、青豆、胡蘿蔔丁等，增添色彩同埋口感。做法就熱鍋倒入適量食用油，煎炒香樹莓，加入香菇片炒至香味色質並微微變軟，放入豆乾丁，炒至表面略為金黃，加入XO 醬，炒均勻讓香氣充分釋放。把冷藏過嘅米飯加入鍋中，用鏟子將米飯打散並與醬拌，做了充分拌均，根據口味調整鹽同埋胡椒，最後加入蔥花，翻炒一陣即可盛出。使用隔夜飯會更適合炒飯，較不容易黏黏可。依口味加入其他配料如青豆、玉米或者胡蘿蔔丁，增加層次感。請點讚關注。